Delta 变种病毒伫国际间一直咧作乱，连这个疫苗真充分的美国嘛无例外。阮有独家采访到伫6月份屏东爆发 Delta 病毒群组感染的关键的人物，白牌车的司机老张的，伊伫确诊的时，伊的尸体的数字是10.5，病毒量真悬，敢若一个人伊就喂好8个人，其中嘛包括伊88岁的老母。这个老母呢，本来身体真好，无啥物慢性病，即马伊的倒病戏嘛落落去啊，就来住伫这个安养中心，佮有上诉伫喘气。这老张的本身嘛变啊真敖喘，体力甲较早拢袂比劲。经过生死劫了后，伊呢呼吁国门一定要顾调，边境应该严加管制。来看华视主播陈雅玲带采访团队独家的专访。即摆无行李，无人敢坐你的车。拢无行李哦。嘿。有人介绍要来坐我的车，讲我唔敢坐的车。病者拄好，就算有行李嘛，敢若会使杀掉。伊是屏东Delta确诊者白牌车的司机老张，想到喂着病的时阵，身躯真冷。哦，足寒，你入去，伊迄是迄个负压病房嘛。伊冷气10度拢22度、23度。啊，你因讲啊，佫未解寒，佫是因为你咱人已经有病啊嘛，看病，有看病啊嘛，啊足寒，啊，你免借火干2领嘛，无法度。发烧，身躯真寒，互老张印象真深。头一摆面对镜头接受华视主播陈雅玲专访，伊提醒Delta病毒上恐怖的，也是传播力。啊，我确诊的时阵，我看我的 CT 10.5啊，就是我传播能力足强啦。老张确诊的时，病毒量真大，3位和伊泡茶、2位陪食面的朋友拢防卫着，做伙大的太太、妈妈、外籍看护拢防卫着。尤其88岁妈妈状况更较无乐观。伊的肺部左下肺部已经塌陷了，必须要可能长期带氧气。伊若无今仔日这个过了迄个印度病毒去感染到的话，我妈妈嘛是好，伊嘛无三高。房间拢无人，妈妈已经搬入去安养中心。老张确诊的消息一传出来，无人敢坐伊的车，即马敢若会使靠家己的老本。拄着癌，咱嘛是要承担嘛。对啦。吼，医院啊讲的，妈妈谁来咱照顾？伊老啊，咱嘛是要照顾伊到8年老。这是做人的囝的心愿啦。老张的后遗症是会真喘，医院探Delta病毒会进入屏东，感染源就是自国外转来秘鲁马顺啊。当时因坐防疫客停车，登去房山后头厝居家检疫，毋是住伫集中检疫所。伊认为这根本是一个破空。啊，你疫情就是伫外国，伊有得病无得病，你唔知，你直接就甲放互伊转来厝要家己隔离。百姓无较好管理，无遐尼那乖乖啦。老张干那唔望甲边境的关系做好，莫互遮尼危险的代志搁发生一摆。